Hello，大家好。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下呢個功夫女足。咁佢呢套電影咧就係國語版嘅，即係普通話。咁就喺國內嘅戲院咧先有得睇嘅。暫時咧香港、澳門係未有廣東話版。咁喺網上面咧，好多人就話欠周星馳一張電影飛啊。咁其實意思咧就係話，好多國內嘅年青人呢，佢哋細個嗰陣呢都係睇盜版先認識周星馳嘅。咁而少林足球呢，因為版權嘅問題呢，係冇喺國內嘅院線上映嘅，所以佢哋而家大個咗，咁就好希望去買返張飛去支持阿周星馳咁解嘅。咁首先呢，睇下張海報先。咁其實呢，大部分嘅主角咧都係踎喺度嘅喎，咁咧呢個咧就真係好體現到我哋國內同胞嗰啲文化啦。咁其實呢個鋪排咧都係好創新同埋大膽嘅，而且咧真係幾搞笑。咁首先講下中國女足嗰個門將趙麗娜。咁佢話有一次咧，無意中見到阿星爺嗰個微博咧，就話想拍一出關於中國女足嘅電影。咁佢又好好奇啦，咁就拍咗條片，就自薦咗自己俾阿星爺。咁啱咧，星爺咧又的而且確咧係需要一啲好實在嘅女子足球運動員去幫手做呢個拍攝嘅顧問喎。咁雖然咧，佢喺個戲入邊咧只係出咗個鏡頭，但係咧都係非常之有氣勢嘅。而另外一個角腳咧就係李嘉悅啦。咁佢嘅鏡頭都唔多嘅，咁佢主要嘅職責咧就係足球技術指導啊。至於喺網上流傳話韓國嗰個宋康昊咧係其實冇做過任何戲份嘅，咁反而咧就係張繼聰咧就做呢個球證嘅角色。咁另外咧有一個叫喪彪嘅角色咧都係好出色嘅喎，因為每一次佢出場咧都係喺度道歉嘅，咁啊真係幾搞笑。咁另外咧喺呢個少林足球出現嘅士巴拿球員咧，咁啊同樣地咧今次都係會以渣男嘅身份出現嘅，大家唔會失望。咁啊蔡思貝咧喺呢一個戲咧就係做一個盲人嘅足球高手。咁佢有一幕咧係打一個花盤咧，就有啲似功夫之前林子聰嗰個拉刀仔嗰一個笑位咯。咁而張藝興嗰個豬腳嗰幕咧，其實就係似翻半斤八兩啊許冠文同嗰隻雞咧去做呢個健身操咁樣咯，但係由雞咧就換咗係豬腳咯。咁喺美人魚入邊飾演嗰個為什麼不就說嗰個阿姨咧，張美娥咧，今次咧都有份客串嘅喎。咁星爺咧喺呢套戲入邊咧，亦都有好多位咧係向李小龍致敬嘅喎。咁啊，除咗開場嘅時候講咗 Be Water My Friend 之外咧，守門員咧亦都係穿上李小龍黃色嘅連身衣啊。咁曾經咧喺公開場合咧力撐阿星爺嘅許君聰咧，咁亦都喺呢個戲入邊咧就被邀請做呢個泰國教練。咁連阿 Jimmy 歐陽曼成都有份客串喎。咁話說咧，呢個新一代嘅星女郎阿雪野咧，就係有一次跟爸爸媽媽嚟香港行街嘅時候咧，就俾星探發掘到出嚟嘅喎。之後就邀請佢嚟呢個劇去試鏡。咁話說咧，迪麗熱巴最初接到製片人嘅電話，話會拍呢個周星馳嘅戲咧，佢係以為係詐騙電話。直至到咧周星馳本人出現同佢傾嘅時候咧，佢先覺得係真嘅。至於周星馳點解會揀阿張小斐做呢個隊長雙雙呢？原來係睇中佢嘅草根堅韌同埋爆發力，同個角色咧係非常之相似啊！咁話說咧，就投資方咧就非常之唔滿意呢個女主角，咁就逼阿星仔咧就換人。
咁雙方呢就僵持咗2個月，最後呢，阿星仔呢就係不惜以停工嚟到威脅，咁先至保住到阿張小斐個演出嘅角色。咁啊，張藝興呢梳頭嗰段呢，其實就係承接咗周星馳喺賭聖出場嗰陣梳頭嗰幕。咁呢本書呢，喺呢一集呢，都係同樣地有出現嘅，而徐嬌呢，都有1、2個鏡頭，而吳孟達個仔呢，吳偉倫呢，都有1、2個鏡頭，但係真係唔係好明顯咯，唔知大家揾唔揾到呢？咁啊，到最後呢個最感人嘅一幕呢，就係留咗個位俾阿達叔啦。咁呢個呢，其實好多網紅都有講到嘅。OK， 今日就介紹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按讚、分享、訂閱，歡迎大家打賞，拜拜。